各位股友，大家好，今日就同大家講下小米嘅短線走勢、技術分析與窩輪市場機會。小米跌穿50元，恐慌還是機會？短線操作關鍵位逐個拆。小米01810近日走勢明顯轉弱，截至今日28日上午10點56分最新報50.05元，大跌3.19%，盤中曾低見49.6元，成為焦點股之一。不少投資者將50元視為心理關口，目前已跌穿 MA10、MA20 及 MA33條主要移動平均線，並進入技術上的空頭排列。到底這是中線轉弱的開始，還是一次超跌的築底信號？值得每一位短線投資者關注和討論。從技術層面來看， RSI 位於52，未顯示明顯超買或超賣，但其他指標如 MACD、動量震盪與 ADX 均出現賣出信號，加上威廉指標和隨機震盪均處於超賣區域，反映小米處於一個頗為關鍵的位置。一方面是可能繼續探底的壓力，另一方面則是反彈醞釀的機會。目前支持位可留意49.5元和46.3元，阻力則分別為55.8元及58.8元，距離現價仍有一定距離，波幅空間相對寬闊，為窩輪和牛熊證創造不少短線操作機會。回顧過去產品表現，於3月25日推介的熊證表現相當搶眼，其中匯豐57132兩日內升幅達 27%， 瑞銀56421亦錄得 22% 回報。認沽證方面，法興14219和匯豐14333各有 7% 及 6% 升幅。在股價回落期間，提供不錯的防守型部署與短炒空間。若投資者認為小米仍處於下行通道，或者預期會下試更低支持位，如46元或更低，熊證或認沽證會是合理選擇。當中匯豐認沽證14333與法興認沽證14219，行使價同為 46.45 元。槓桿約 2.38 倍，波幅低，適合中短線穩健操作。至於想高槓桿博短線下挫的，可留意法巴熊證56197，收回價60元，槓桿 6.58 倍，與匯豐熊證57132，收回價60元，槓桿 5.88 倍，兩者日價低，波動度高，適合積極型投資者。若你反而認為小米已屬超跌，有望於46至49元間築底反彈，則可考慮認購證或牛證策略。瑞銀認購證14991，行使價 55.05 元，槓桿 4.41 倍，與摩尼14642，行使價相同，槓桿 4.4 倍，均屬低波幅產品，耐用性較高。牛證方面則有摩通55806，收回價 43.8 元，槓桿達 6.89 倍，及瑞銀53174，收回價40元，槓桿 4.37 倍，可供選擇，適合博短線技術反彈者使用。互動討論，市場上有人看淡小米至43元，認為空頭排列未完，仍未見底，你又怎樣看？你覺得跌穿50元是終結還是開始？小米是否正在下沉的途中，還是其實已進入反彈前夕的黃金吸納期？你又會用哪種產品來部署這波市況？留言講出你的睇法，一齊分析研究。記得關注港股窩輪 Jenny 賬號，掌握更多即時熱股分析、產品選擇與策略建議，讓你在每次市況轉變時都能搶佔先機。